这位朋友住在咧中和新南夜市的其中一位朋友，伊讲静静呐。伊就是因为这个第三者的关系，所以咧，甲这个伊静静他非常疼爱的一个女朋友分手了啊。要当初要讲分开的时阵，其实伊嘛是千百个不愿意，是对方讲，是对方自己提出的。但是最近呢，这个女生又跑回来找他了啦。伊讲吼，伫外口受伤了后，才知讲过去真正，惜伊的人、疼伊的人吼，是真的就是过去的他就对了。所以讲今仔日知要来调整自己的心情，他说真的很想跟他复合，可是又怕自己再次受伤。问题是跟心中的天使跟恶魔自己在两边的这个天平一直这样摇摇晃晃，我们在被安怎？伊问讲拉拉，我该怎么选择呢？我感觉选一个互你家己以后袂后悔决定就对了。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这问你家己的心咯。好，这位朋友伫新南夜市啊，要来点点这首歌，真的很复杂的感觉，从你选的歌就知道了，听听看咯。你讲你不是故意，予我食袂落，困袂去，因为糊涂一时，做作聪明，爱原谅你的不得已。你讲要弥补过去，想要讲重新开始，但是一旦我讲愿意，就搁爱习惯醉生梦死。你回来的彼一暝，我亲像狗仔贪恋你的甜，将我的身躯、我的灵魂
望着你转来，迄一暝你敢捌想过，你过去的即个精灵，若是当初是伊无爱你啊，即摆佫要倒转来咯。安尼你有的人真正会愿意安怎啊原谅过去，有的人心肝内真安尼很拉扯，对不对？那就是看新南夜市的这位朋友你自己怎么决定啦。若是讲真正想要复合，那可能自己心里也要一些就是要建设好心理准备，万一又重蹈覆辙怎么办？但是你嘛不一定要叫你闭关，还是真正就是最后真的说不定你们本来就有切不掉的缘分嘛，所以呢他又回来了。但是这一切我无法度跟你过保证啦，你家己自己做决定吧，做一个不会让你后悔的决定，这样就好了。台南的朋友，台南的小玉，要来送一条等你转来，要送互伫咧高雄的红豆甲李小婉哦。小玉要甲恁讲我真好啦，你毋免烦恼，较食饱甲我联络的哈无？送一条歌互恁听，台南的小玉送互玉是教育的玉哦台南的小玉送互伫高雄的红豆甲李小婉，袂困来听这首歌，等你转来。秋冬四季一直在震动，歌嘛已经袂讲，目眶一直红。为着一个亲像天顶的星，闪烁的美梦，我知影咱拢爱会晓勇敢。相信时间会来替阮斗相共，去甲的心会当早一日圆满。爱有我沉重，阮行困难，因为我有闻到未来的花香。等你转来，等你转来，等你搁转来甲阮来，等你转来，等你转来，等你搁来甲阮相拍。无论是咧天边也是海角，我遥远的所在，一个徛在现在，享受永远的人。这等待，相信时间会来替阮斗相共，去甲的心会当早一日圆满。爱有我沉重，阮行困难，因为我有闻到未来的花香。等你转来，等你转来，等你搁转来甲阮来，等你转来，等你转来，等你搁来甲阮相拍。无论是咧天边也是海角，我遥远的所在，一个徛在现在，享受永远的人。等待，对你的思念，虽然已经超载，但是我的心早就疼痛快。等你转来，等你转来，等你过。